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3篇，利未记19章第9节到18节，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人如己。5月19号礼拜一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在三峡北大国小附近发生一起汽车爆冲撞死几位学童以及10多人受伤的惨案。每一个人听闻之后都觉得伤心难过，也对肇事的累犯行为表示不能够谅解。因为我们都想到说，那些孩子受伤害的人们也都是别人家里的挚爱以及宝贝，万一也有可能那是发生在我们家里的成员当中，我们也一定一样的难过与不舍。即便不是基督徒，也都会有那种人逆己逆的感受，何况是基督徒的我们。圣经教导我们必须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我们必须要视那一些受伤害者如同自己的家人。这从摩西律法就已经明白的教导以及规范的要求。利未记19章第9节到18节，你们收割的时候，不可割田边的谷物，也不可回头捡掉落的穗子。你们不可摘光葡萄园的葡萄，也不可捡掉落地上的葡萄。你们要把这些留给穷人和外侨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不可偷窃，不可诈欺，不可撒谎。你们不可指着我的名发假誓，侮辱我的名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你们不可剥削或是抢夺同胞，不可延迟付工人的工钱，即使一夜也不可以。不可咒骂聋子，也不可阻碍盲人的道路，使他跌倒。他们要敬畏我，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你们不可弯曲正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讨好有权势的人。你们要以公正评断同胞，不可到处搬弄是非，不可危害同胞的性命。我是上主。你们不可怀恨亲人，要坦白指责你同胞的错误，要免得自己陷入罪恶。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同胞，要爱自己的邻人，像爱自己一样。我是上主。因为这个是上帝所规定的，凡是相信他的人，被他拣选的犹太人以及基督徒，都应当要执行这个命令。许多人都知道要爱人，但却是无法管控自己的情绪，因此会造成悲剧。根据一些后续的影片显示，那位肇事者以高速追逐一辆机车，爆冲直接冲向三峡国中的学生们，因此造成目前3个人宣告不治，12人受伤接受急救及治疗中。
高龄的肇事者今年2月份才换照完成。你当要知道驾驶法规，靠近学校速度应当要放慢，但是他却仍然闯红灯高速行驶，甚至看到学童他仍然暴冲，这令人不解。在福音书时期，我们也看到一些懂得律法的律法教师故意来挑衅耶稣基督，以律法来试探耶稣基督。在耶稣基督反问他们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也看到了那种明知故犯的心态，实在是不可被容许。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28节，有一个法律教师来试探耶稣，说：老师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？耶稣说：法律书上说的是什么？你是怎么样解释的呢？那人就回答：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。耶稣对他说：你答得真对，照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诗篇133篇，兄弟姐妹和睦相处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愉快。这好比珍贵的香液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这又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锡安上的群山，在那里上主应许赐下永恒的生命。恳求上帝赐下怜悯与医治，帮助5月19号三峡车祸受伤的伤者能够恢复，安慰死亡的家属，并使目击事件的人们除去他们心灵的恐惧忧伤，赐给他们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